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唔知影方面加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真侪所在拢传出淹水灾情，在中华嘉义南投地区也发生灾情。中国拍算要设一个香港版本的国安法，要防止境外势力嘅威胁。香港民主派人士也批评讲，这就是一国一制。 过来已经是在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已经是连续40天无本土病例发生。在今仔日受到黄山澳方面加西南气流影响，在高雄今仔日有8个行政区，因为蓄水量有达到超大水河标准。在仁武、礁城、三明甲左营等10个行政区，有一寡车路拢是淹水淹甲，也造成交通的混乱。其中地势较入去的盐埕区是上界严重的，甚至有的人家厝规个透早拢伫咧淹水。 汽车拄进入高雄盐埕区，都因为路口的积水，真侪拢熄火。有汽车停伫路边，也有人无奈看着汽车撩水离开。可能淹水的款啦，淹水火厝啊塌的。高雄盐埕区虎野路甲大公路一带，因为落雨，2早起6点多开始淹水，最后也引入民众的厝内。民众翕影片上深的时阵，也超过脚头虎，就算是后来雨势较落来，提速度也真慢。 6点到即马嫌免快迄个下嘛无，拢无摕到对。较早的阵安尼，可能停都有啊，今仔日在烧了位啊，即马唔使。搁伫这水沟水流出去吼，只有是流去爱河啊。因为政府一个水沟啊，讲啊歹，你若像即款大雨啊，大雨已经透袂离啊。 水利局强调，因为爱河水费灌过盐埕区，加上抽水站临时故障，所以调动抽水机了后，伫中昼12点才全面抽打。也毋过，离高雄累积雨量上悬已经达到变大雨，真侪所在有沟仔拢满出来情形，连同路边的水准也是一透早就满过路面。警方赶来有防锁线，惊民众无细力，拢入来被强大的水流冲倒。一路过来这边，全部河道都比路还高，一直淹过来。这是较危险啊！ 对啊，水啊侪着，啊，唔来容易脏也唔可以落啊。伫高雄仁武区红景路86巷也因为后壁大排满出来，变成溪流，一路淹到国道10号下骹，造成当地为上班时间的交通大趴感。有一点会晃，因为太深了水对。是下这种雨的话到这里啊，现在从今年开始就到差不多最大雨就是到这里而已。 高雄拢总有3面大树主管顶10个行政区拢出现道路淹水的情形，市长韩国瑜也安尼摆了一连串的视察行程，希望了解原因。我们希望大概在2年半到3年左右，能够全部把水可以解决掉，以后不会再淹水。真侪路大当年拄着水就淹，有的是几啊年拢无淹啊。韩国瑜强调，水利局也公布到各淹水地点会勘，会以厘清问题，提出改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咱的镜头刷对到屏东来，屏东是这几日雨水上界高的县市。伫咧屏东的三地门加春日乡，一日以来因的总雨量拢超过500毫米，甚至各地头也传出灾情啊。在来义乡的所在，已经有国军去协助，甲153人做预防性的撤离。在布袋乡下晡也限制车辆出入，乡内是停止上班上课。 一阵风吹过，倒仔甲椅仔嘛全飞起来，甲玻璃门喊破。因为方面落大水雨，屏东搬了这间餐厅，煞嘛透大风，业者去互带一条，临时休困一天。整个玻璃都碎落满地，对啊，玻璃都被砸破，它外面2张桌子碎了。店头甲倒仔颠倒头壳，就惊讲佮去互吹起来，毋若透大风，雨嘛伫咧屏东落几工。台仁科技大学边仔的路，早起就变做若像溪仔共款，一直向省道第27线来灌，造成路口积水，影响车辆通过。附近的客家嘛烦恼讲水会引入来厝呢。 到人东街啊，这种有包厢有的时间就在做啊，即嘛天头就使有太侪流落来啊。我用那个沙包挡起来嘛，我想说，我一直在烦恼说，下那么大。地方破断是排水沟塌掉才造成的，乡公所嘛赶紧找清洁队甲包厢去拼，到下晡才互水豆豆啊退。 清洁队是我们第一线，先出来先做他们可以清理的人力工作。那过来就是我们公所的开口契约过来先做可以做的事情。屏东春日乡甲三地门乡是全台湾24小时雨量上济前2名，已经超过500毫米。伫咧树文川通向浸水营古道的路已经出现土石流甲黄土水墙，村民拢唔敢出门。有一些落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入。
那现在目前溪流暴涨。同款是春日乡绿里村的村民发现讲溪水已经淹过路面，赶紧家己撤离。溪的级配已经比路面上还高了，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部落的老人家正在一一的撤离。雾台乡嘛，因为一直落雨，烦恼连外道路第24线放弃。下晡拄三地门的入口处关制出入，乡内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是达到红色土石楼的境界，国军已经来到3港来义村甲义林村做预防式的撤离。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嘉义县。伫咧嘉义县的山区，对昨暗开始雨就一直落真大，也造成阿里山公路对外交通捌受到阻碍。阿里山新民铁路的铁基路也是去互水淹过去，在今仔日是规日无发车。在嘉义市区内，确实有树仔去互风雨淹到情形。嘉义县东石乡东石南桥骹溪水一直涨起来，桥墩拢伫要看无啊。不过，以外有民众也是唔惊伫溪边钓鱼。嘉义县对拜四暗时就开始落大雨，拜五下晡市区的雨以外一直落，风一阵一阵也真透，一丛大树啊就安尼互风吹倒去咯。加紧就淹落来了，嘛无迄阵嘛无落哦。好，你落就对啦。山顶雨搁较大，阿里山新林铁路50公里的所在，边坡土石放落来，甲铁基路砍掉咧，无渡过。另外37、38号磅空雨落伤大，拢积水。阿里山新林铁路本线甲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支线各班出列车全部停开，爱等拜六雨较热才有法度修理。如果天候许可，预计明天可以清理完成。本线其他路段巡检正常，所以明天嘉义到奋起湖区间先行复驶。二代18线阿里山公路对外交通一度中断，三美村、来吉村发生落石，放落来路拢未通。公路总局加载已经抢通路，不过呼吁民众尽量莫去。另外在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地势较低，雨水歹退，一度淹到半个日啊，遐尼悬。我们大概2点多就已经就把池子里面的水，还有引水道里面的水都已经抽到最低水位了。环路继续落雨，县府已经甲能源机构进驻到较低地区，随时准备救灾。而嘉义市消防局已经受理水灾车祸案件，提醒民众落雨路骨积水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中部南投仁爱乡透暝是落大雨，一块路段也开始出现崩塌，亲像万丰到雾社路段透早要赶紧恢复通车。另外，伫彰化花段金墩街姚人街厝的水是淹到骹腿，伫咧台中的新社也伫咧做大水雨，农民也赶紧去清圳沟，上界惊的就是因的田会去互淹去。错漏的土水占去大部分的道路，大型机区赶紧疏通，真无简单恢复单向通车。不过随时也阁有崩塌的情形，车辆赶紧把握时间通过。连日变大雨，南投仁爱山区土点甘水流悬，土石阻断当地交通。南投仁爱下到83线20公里处，万丰到雾社路段路边被土石淹起，官府赶紧出动大型机区再起疏通电线。早上就在这边等几个小时了，差不多3个小时。本来它是上边坡，在去年的灾害呢就已经有上边坡的一个崩塌哈。那目前呢，我们到现场哈，我们看到县政府的开口为厂商已经机械都进驻了哈。另外，到89线内乡产业道路31公里处，路基也被有坑道路中断，高速出动机区抢通中。伫彰化花段的金墩街，因为地势较低，加上水量伤大，大水将路边规个淹过，民众就惊大水淹伫厝内。最近即摆歹出车拢赶出去。伫台中新社也落起一阵变大雨，当地农民也到高寮疏通水道，都惊大水淹伫高寮。高农讲，湿度虽然有利香港生长，也毋过都惊水量伤大，造成灾害。遇到这样极端气候的时候，雨其实都突然间下得很大，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一些自己的水土保持上面，或者是说在搭建屋舍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伫中华部分古关江步段进行台北线巡查时，发现台北线102公里的所在，大湖岭路段有大树干落落来，若是底海强电缆线，也互交通中断。江步段赶紧出动大型机区抢通，山区也咧落雨，呼吁民众避免前往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日啊，受到黄山河方面加西南气流影响，在今仔日全台湾拢伫咧落大雨。屏东县在下晡累积雨量也达到超大水河标准。气象局也提醒讲，今仔日晴天会继续落雨，听候到明仔载才有机会较停挂。南部民众就要注意大水河所造成的灾难。地流方面，拄到强大西南气流全台有雨，气象局继续发布变雨特报。除了花莲平地，全台拢爱警戒，尤其高屏地区爱严防超大变雨。该关是爱注意变大雨，入夜了后雨也会继续落。梅雨封面上有旺盛对流云系在消消长长。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上空以及上游地区是被旺盛的对流云系所覆盖，一波波的强降雨一进，所以这些地方的雨势会一直持续下去。拜五是这波西南气流上强的一天，24点钟来，屏东三地门乡累积雨量突破500毫米，达到超大变雨等级。屏东春日乡、高雄市茂林区、屏东县太武乡累积雨量拢超过400毫米。气象局有个拜六方面渐渐咱起落雨会较累一寡，也毋过北部有完小乌阴，南部地区可能也是会有阵风，还是雷雨，爱严防连续落雨可能造成灾害。明后天只是比较缓和，但是还没有说到完全会停下来的这个程度，所以说还是提醒尽量能够避免明后天到山区活动的这个情况。拜二方面，过往南移，中部以北有机会登到侪份天气，也毋过地流方面有缘伫台湾附近西，南部的雨可能继续到后礼拜四，也毋过西南风不如即摆强。气象局提醒民众伫每雨季爱随时注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中国的人民大会在今日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伫会中也特别强调讲，香港必须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全面执行一国两制。人大会议当中，香港版的国安法也列入去议程当中。这个内容也包括着中央政府会使伫香港建立国安机构，而且针对分裂国家境外势力的干涉活动，因拢会当甲因来停止。在今仔日，香港民主派人士也批评讲，香港特别变做是一国一制啊。中国全国人大第3届会议22早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伫咧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强调，香港必须建立维护国安制度，全面甲一国两制方针做甲到。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人大会议会甲港版国安法日去议程，计划伫咧28表决通过，内容包括北京中央会当伫咧香港建立国家安全机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应该负责国家安全的职责，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而且针对4大行为，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还有任何境外势力干涉香港特区等等的行为，制定处罚的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把相关法律列入去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在这里呢，奉劝香港的反对派不要低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决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声明讲，会全力配合人大，赶紧完成有关的立法，处罚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分子甲暴力分子。港版国安法启方认为做北京会跳过香港立法会，直接替香港来制定国安法律。香港过去22年享受的高度自治可能会结束，全面实施一国一制。泛民派阁发动游行，手提国安恶法，毁掉香港的步调，一路游行去中联办抗议。习近平 had torn away the whole preten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Because we people in Hong Kong had always been exercising our rights and freedom to criticize China, to advocate for democracy. So now the advocate for democracy is a crime. 香港政治秘书长吴志峰22下晡接受 BBC 专访指出，港版国安法迫害香港自由，可能会对参加国际倡议活动的社会人士造成政治压迫。Its detailed regulation mentioned that it might target any activist or politician that engage in any kind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 They might also be targeted and also face any kind of political prosecution. 香港立法会嘛，搁一届来发生冲突，真侪民主派的议员甲主席台为条咧大声喊讲，香港变新疆，国安法来香港等等的口号，真侪民主派的议员嘛起用光离开会场。港版国安法的出现，嘛互香港的未来，若像第一粒炸弹共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人民大会本地要审议香港版本的国安法，提早施行一国一制，却引起美国的强烈谴责。
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讲，若准是中国要强硬推行，美国会做出强烈的回应。但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干也表示讲，中国安尼做会对香港人的自由民主造成威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早起公布香港版国安法草案，要在7天的人大会议审议，表示讲中国要对香港提前实施一国一制，总统府是真关心注意。那事实上，这项立法看起来确实有可能对香港人的自由民主造成进一步的威胁。那所以对于这个发展，我们密切并且是高度关注。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再次重申，在香港问题上，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落实不管是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政府，那真正的去落实对香港人自由民主的承诺。黄仲干表示，香港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北京甲香港政府必须真心回应人民诉求，而且也证明一国两制甲民主自由是完全袂下。陆委会是回应，希望相关方面好好思考，唔通因为错误决策，互香港陷入更加大的混乱。而中国强势手法的作为，也将做美中冲突新的导火线。I don't know what it is because nobody knows yet. If it happens, we'll address that issue very strongly. 美国总统川普搁再对香港议题表达坚定立场，国务院警告中国安尼做会造成严重动乱。为了强化捍卫香港自治，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要求国务卿在年度报告中特别检视香港各方面自治甲自由情况，并且判断香港是不是依然爱享有美国法律的规定的特殊礼物。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会然后提交报告。Leading Hong Kong activists like Martin Lee and Jimmy Lai were hauled into court. Actions like these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assess that Hong Kong remains highly autonomous from mainland China. 美国多位国会议员也一直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写文章讲，北京想要终止香港一国两制制度，让人感觉不安。强调想要设过香港立法会说法完全无尊重法治。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是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国违反协议，想要剥夺香港自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杜美甲民主党籍参议员范霍伦也联合提出法案。要对违背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加基本法中对香港义务的官员甲机构，以及甲有业务往来银行实施制裁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而且是连续40天无本土病例出现咯。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也表示讲，台湾的社区会当收假遮尔好，就要感谢警政、社政加医护人员的斗3工。另外，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大家报告，就是有一位使用呼吸器加叶克膜上介久的病患，在打也是特别准备出院咯。经过一天，国内各一届出现无人确诊，全台湾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1个，其中有7个人死亡，累计有408个人解除隔离，到今已经连续40天无本土病例出现。我们急迫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一个情况，那也真的是有赖于不管是我们警政、户政、社政、卫政相关的人员一起，大家齐心努力，再加上接受检疫跟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配合。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也有26个人伫咧病院接受治疗。不过，互人真欢喜的消息是，国内上尾一个使用呼吸器的个案，前一日已经成功把呼吸器拔掉。这个50多岁查甫人本身有食薰甲癌症的病史，伊3月底发病了后，病情变甲真严重，佮捌无法度喘气、休克，好佳在接呼吸器37天，用药克膜治疗33天了后，总算家己拄规门关救倒转来，顺利康复当中，即马准备要出院。非常多的医护团队，大家共同这样子承担起这样的一个照护责任，让我们的个案即使重症也都可以顺利让这么长的时间的照护还可以顺利的脱离叶克膜。另外，台湾甲韩国都捌出现患者解除隔离了后，佮恢复阳性的个案。不过指挥中心追踪了发现，恢复阳性的个案甲接触者拢无相关的症状，隔离了后采检嘛拢是阴性，判断应该无传染着。所以专家咨询小组建议，未来恢复阳性的人唔免佮居家隔离。若是代替高铁，敢是要开放卖客票？指挥官陈时中建议，先增加车厢，调整班次，无建议卖客票，因为一个车厢徛5、6个人就已经算真济啊。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县市也宣布讲要放宽毕业典礼甲毕业旅行限制。台北市教育局也公布相关的办理指引，爱大家安怎邀请外宾甲家长，或者是使用徛名册等等的配套措施。另外，讲到酒店方面，台北市也开放复业了后，台中市也宣布讲酒店爱有带条件的解禁。因应毕业季，疫情指挥中心放宽举办毕业典礼甲毕业旅行。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伫会议中表示，新北市正伫管制措施第2阶段第4提出开放，包括毕业典礼、毕业旅行拢会当举办。宜兰县、台东县也得咧开放。除了全面开放通风良好的室内场馆，但是人数还是需要维持100人以下。至于毕业典礼是可以举办的，毕业旅行也是可以办的。学校的这个毕业季所以呢，因为疫情的舒缓，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恢复了这个毕业典礼。台北市教育局公布办理指引，毕业典礼减少外宾邀请，若有共识会当开放家长参加。也毋过需要有配套，包括签名册、健康管理声明书、挂喙暗、量体温、甲人数管控，上好有时甚至是翕相专区。另外，舞台表演活动要安怎维持社交距离？局长陈灿金讲，真歹避免喙烂球传染。像那个合唱的部分，然后吹笛子的部分，那恐怕很难避免有飞沫传染。那可不可以有适当的距离？那可能这个要学校要做适度的一个掌控。毕业旅行方面，台北市希望公班公车鼓励一天来去，若需要多数优先选择防疫措施完善的旅馆。另外，台北市有14间酒店伫2月复业。副市长黄珊珊也伫第一时间率队前往视察签名册的执行状况，也强调下加强查核签名册敢是有落实。台中市也宣布，包括酒店等各场所会当有条件解禁。之前有一些被限制的行业呢，那我们就要逐渐让他们复业。不过让他们复业的前提之下，是要配合中央防疫中心有很多的防疫指引。台中市府表示，业者为2期会当向市府提出申请，上紧6月初1复业。疫情累落来，各县市拢展开防疫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咱国内疫情是开始渐渐啊稳定啊，表演艺术联盟也呼吁讲，就要赶紧解除室内表演场地限制，若无就要准备纾困3.0。虽然讲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无收入的压力，不过因也决定讲要带动观赏的人口。6月初5也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而且也会遵照防疫规定，1000张的票在顶2日就全部卖了啊。伫咧音乐厅甲同伴做伙享受交响乐的世界，这款的日子就伫要来呀！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带头宣布6月初5伫咧国家音乐厅举办乐式风筝日的音乐会，1000张票开始卖了，就起互抢了。重点是日场是名节，民众爱挂喙暗，而且座位冇浪芳。它有一些是规划亲友同行的2人座。我们因为台北市，我们现在也是在推动能够把艺文场馆的一个打开之后呢，它的票券是原则上是先以1半来为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自己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团队，我们当然也就遵照台北市的这个规定来办理。团长何康国表示，各团无盈利的压力，毋过希望带动观赏的人，所以票是卖真俗，敢若300到500。台北市交响乐团踏出第一步，其他的民间表演团体是更较着急，因为艺文场馆无解禁，后壁的档次是更较歹排。嘛认为讲只要会当甲市名册挂喙暗甲磅体温做好就会使。那准讲阁要采用煤灰做注定的了钱。酒店都可以10年制就进场了，对，那更何况市场呢？如果还是要喊梅花座，那我就会说麻烦。文化部继续艺文纾困3.0的钱先准备好。针对表演团体呼吁讲，赶紧宣布解禁场馆的限制。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咧记者会面顶是安尼讲的。我们对他们的都没有意见啊，他们就可以做了。OK， 然后就已经可以做了，那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共的一当做，就是第一波的开放方式，也就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做法。不过嘛是表演团体目前上要紧的代志。林家宏讲，若是阁无法度全面解禁，政府就要先甲纾困3.0准备好。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主计总处公布4月的失业人数，已经有48.100人，而且国内的失业率也来到4.03%。若准时甲工作时间来比，是这7档来上界严重的。另外，家庭暴力也变较严重了。根据着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在今年的头一季，家庭暴力的通报案件大约有3万多件，比去年工作时间是增加5%。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国内经济，民众无法度出门，失业率嘛增加，嘛互家庭暴力风险对立增加。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今年全台湾1月份到3月份家暴通报案件超有32000件，比去年同一期成长5%，总共1530件。其中，各以新北市增加上多，敢若今年第一季就已经受理4914件。家暴的案件的增加，其实是有很多可能的因素。那还有一部分的因素，可能来自于我们在那个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通过之后，通报的这个范围跟定义更扩大之后，确实有一些案件本来不是保护性案件就被纳进来了。那我们觉得这一部分也有影响到。受到疫情的冲击，服务业关手休困，解雇的人数变悬。主计总处公布4月份的失业人数达到48.100人，比3月份增加3.600人。第四，台湾的失业率提悬到4.03%，创7年以来同期上悬的。调查嘛发现，业者一礼拜工作时间嘛受到疫情的影响来减少，工作时数要达到35点钟的人有40万人。社福团体嘛烦恼讲，因为失业人数增加，生活压力变大，家暴几率嘛变悬。失业者他更会待在家的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或者引发的这个攻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好，然后当然生活的一个这个压力，都可能是一个引发冲突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社福团体认为讲，民众伫咧居家隔离检疫期间，若是真正有家暴问题，外口的人是真恶抵甲。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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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对于金门町行来，北检针对连心钱柜 KTV 大火这个案件，再去传唤钱柜董事长连大生出庭说明。检方认定涉犯过失致死、消防法公共危险这罪，被勒令100万块交保佑团，限制出境等。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看法，因为这就是一个流程问题啊。这场大火造成重大公安意外，6个人不幸罹难，主要原因是钱柜甲消防警报系统全面关起来。检调为了调查是什么人下令甲消防系统关起来，头一摆传唤连大生到案说明。而代志发生只要1个月啊，罹难者家属讲业者后续处理真消极。还没有接到钱柜的讯息说要来我们谈和解，希望钱柜可以不要再这样子折磨每一个罹难者的家属。市议员王宏美批评业者消极作为，归罪台北市副总用。伊讲发布叫予钱柜成立信托基金，结果钱柜即阵不爱做啊，而要帮助被害者家属提出假扣押也无消息，甚至劳动局到即阵对业者也未开出任何罚单。市政府就消极的不作为，所以现在这个业者1毛钱都没有信托，那这个真的匪夷所思。我真的怀疑在市政府里面有没有人在做钱柜的一个门审，对每一位罹难者加发200万，以及重伤者再加发10万元。基于保护这些受害者的立场，都有严格的要求钱柜，然后采取相对应的要求的措施，所以绝对没有议员所指控的是钱柜的门神。法务局后令议员指控，讲对钱柜无做信托基金，要采取其他做法，保护罹难者甲伊家属的权益。不过对着罹难者家属来讲，只是希望钱柜能尽快出面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国际新闻一开始，甲您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也就是在巴基斯坦当地政府也表示讲，在因南部的城市克拉兹，伫较早的时间发生飞行机摔落来意外。根据了解，这台飞行机所载的人客有超过100人。
这台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行机，本地是要飞到克拉兹，却改成因为要飞到的时阵发生事故，规台飞行机拢摔落来，而且是向地人口较侪驻地区。现场尚无有5间人家厝甲几台汽车去用毁掉，搜救人员目前当在现场搜救，伤亡的状况到当时还阁唔知。接落来，咱来看巴西。巴西的武汉肺炎疫情是压未落来，连续2天，拢一日增加超过2万人的患者，致病人数也到达超过31万人，死亡人数也特别超过2万人以上，真有可能是变做世界第2严重所在。另外，在墨西哥在2因的确诊人数也特别到3000人，归医疗体系恐吓一半半。甲观察卷起来，问题真悬。甲观察台内，巴西受到总统波索纳罗反对实施社交距离影响，新冠病毒的确诊患者，伫20甲21两天，大共增加将近2万人，和患者超过31万人，死亡的人超过2万人，将要超过俄罗斯，加做世界第2大的重症区。这嘛，和拉丁美洲上大的公墓维拉福尔摩沙公墓，大共大的观察为30外个增加到60外个。Eles chamam a gente, vão de 5 em 5 no carro, no caso nesse carro aqui, para vir enterrar de 5 em 5. Não tem direito a velório, não tem direito a nada. Simplesmente sai do hospital direto para cá. Não tem direito nem de pôr roupa, nem de dar um enterro digno para a pessoa. 波索纳罗建议民众用药啊氯喹尼来治疗病毒。虽然专家认为这款药啊风险真悬，佮无法度证实会当有效治疗，也不已经引发民众去买来试食。另外，波索纳罗佮要求紧急增加公务人员的薪水，准备要伫个未来2天批准600亿的雷亚尔，差不多代表3200多亿的联邦纾困案，支援受到疫情冲击的城市。除了巴西，墨西哥嘛因为检验病毒的能力无够，疫情嘛继续拖。当地2日增加2900外个确诊病例，创下一天增加病人上济纪录。增加这么济病人，嘛对医疗体制造成治疗的压力。在病床、人工呼吸器、甲防护物资拢无够的状况下，当局直接伫个首都墨西哥城设立一间制造N95喙暗的工厂，提供给医护人员。Sí había una dificultad de encontrar y de traer, porque importamos mucho y es un trabajo también muy bueno que ha hecho la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en importar las famosas N95 que fluctúan el precio. Obviamente los hospitales se están cada vez más saturando, es muy necesario para el equipo médico. 伫俄罗斯，大港增加患者超过8000人。伫国产的呼吸器出问题了后，美国总统川普答应提供200台的呼吸器给俄罗斯。第一批50台的呼吸器嘛，伫2日送到俄罗斯，有过剩的150台，会伫后礼拜陆续送到位。记者来上整理报道。伫咧法国，因的医护人员是上街头抗议，要求病院要甲因加薪水，改善因的工作条件，却因为拢无保持社交距离，也去互当地政府解决。另外，巴西恐怕变作是世界第2严重国家，因的医护人员也是上街头抗议，是因为已经有2个多月无领到薪水啊。巴黎北方罗伯特戴布里病院的医护人员行上街头抗议，无保持社交距离，至少50人互警察开出135块欧元，相当大票4500块罚单。另外，还有3人被抓。抗议的医护人员要求加薪水、改善工作条件。这病院在疫情爆发前就出现财务危机，疫情爆发了后问题更加严重。On a eu du coup des effectifs qui ont été rajoutés pendant la période Covid, qui là va être retiré et finalement la crise elle disparaît pas. 伫巴西伫病院对抗疫情的医护人员，伫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上街头抗议，政府歪出因的权益，包含薪水。因举着布条抗议真生气，怀疑有偌侪人爱牺牲，要求总统波索洛纳落台。Hoje a gente completa 50 dias de atraso. Então tem residentes em diversos lugares do Brasil, no meio da pandemia, sem receber salário. 巴西20公布过去24小时新增加1179例死亡病例，一天的死亡人数头一摆超过1000人。对着总统波索洛纳表示，这不过是小感冒，医护人员是真反感。日英国做快闪员的之一，正准备骑脚踏车，甲病院交予伊的要检疫样本摕去实验室。不过，伊烦恼疫情结束了后，恐惊也无头路，因为伊所属的公司在这波疫情中，其他快闪业务业绩下降。另外，头家因提供的防护用具，亲像手套，虽然有限，伊也真烦恼家己处在高风险中，万一去划着，无法度负担医药费。不过也只好尽量保持乐观。日的意大利疫情有小可较厉。那不勒斯的老师傅阿梅罗最近做了2身红啊作品，用医护人员来致敬。
这个甲国旗温柔抹掉咧的护理师，也佫有挂着国旗垂暗的医师，甲耶稣，各样的人甲天使是囥斗阵。阿美罗讲，在封城期间，看到医护人员承受感染的风险的压力，伊愿尽力来医治病人，互伊想要用创作来表达感谢。记者宋夏报道。伫咧明加拉湾所形成的热带气旋安芬，在当地时间20登陆了后，就一直往北边去哩啊。除了大水河造成各地严重的淹水以外，强风也甲厝、树啊、电火条啊拢总扫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已经有84人啊。超级热带气旋安芬登陆了后，虽然威力有较减，但是上强的阵风风速同款会当有10点钟185公里，等于是16级的超强风台也是飓风。画面顶悬会当看到气旋经过所在，树啊、甲电报箱拢强要倒落，楼啊厝的厝顶、铁皮等等的物件，随时拢有可能飞起，甚至甲附近的民众讲着伤。印度的第7大城加尔各答，因为强风造成停电，有1400万人面临无电通好用的困境。除了强风，大雨嘛造成不少的灾情，市区甲乡间的道路四界拢积水，地势较低的所在，面临随时爆发拢有可能会放弃的危机。特别是孟加拉沿海，当局为了防灾已经先撤离250万人，但是问题是，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保持社交距离是防疫的必要措施。但是对这寡高不离种爱退离家园、避去避难所的人来讲，遵守规定根本就无可能。第二边损失的方面，印度上少有72个人因为洪灾过身，孟加拉有12个人罹难。若是其他灾情的评估，目前嘛有困难，因为伫强风大雨之下，道路去风冲歹去，乡镇市区嘛拢四界淹水，救援人员佫爱遵守防疫规定，互因入去灾区进前就面对两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想要推动香港版本的国安法，却引起香港人的紧张。伫网络谷歌关键字敲找移民到台湾的人数，却是大大增加。来到台湾开店的东乐湾册店创办人林英喜，伊也认为讲，即摆香港人就要考虑甘要离开，因为习近平已经无时间搁再等因27年啊。伊所需要的是在伊有权力的时阵完成一统中国梦想。香港已经唔是一国两制，而且后一步有可能就是台湾。没有这些人付出，没有今天的台湾。那香港人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提起批评美所写的逃亡，东乐湾册店创办人林英基讲，这是伊配合故事，因为即马北京当局要推出港版国安法，香港人已经无时间啊，爱决定暂时离开香港，因为习近平着急要统一中国。习近平其实没有多少时间，所以他要赶快完成他的一个理想。第一个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他就有可能是第一位想超过毛泽东。对他来讲，香港其实不重要。从一个国家观念来讲，林英基认为，虽然邓小平捌讲香港50年不变，但过习近平无法度过等27年，了后香港无言论自由，无一国两制，伊呼吁香港人离开抗争，要爱台湾人更加警觉。台湾是不是要注意这个情况？将来他共产党会对台湾会可能有一些暴力的手段会发生。林英基选择踮伫台湾，伫公馆也有一间专为在台寻求庇护香港人提供工作的餐厅保护伞，壁顶大大的光复香港革命时代，加油小纸条受到不少台湾人甲香港人的支持。也毋过，一讲到上新的港版国安法，伫台湾的香港人拢真要求。令到我好傷心，好擔心香港嘅未來個future。即係我而家我唔知，即係我而家好想翻去香港，但係我而家唔可以咯。我覺得有點危險，但是香港是我的家鄉，所以我沒有辦法。香港員工家人客攏非常低調，私下表示台灣非常好，若講會用的想要留伫台灣，對香港未來感覺憂心。香港Google關鍵字，香港人伫按Google移民的次數增加到正常的4倍以上，Google台灣的次數也比以往加2倍，顯示不安的情緒正伫民間傳開。記者綜合報道。
讲到咱的农民总算有退休金咯，立法院在今日三读通过农民退休赎金条例，农民会使设一个退休赎金的个人口座，等候农民年满65岁以后，就会当逐个月领退休赎金嘛。立法院在今日所通过农民退休赎金条例，农民甲政府逐个月拢提拨退休赎金，金额是用基本工资做标准，提拨的比例是1%到10%，农民会当自由选择。讲到台电的股东会公布去年的营业表现，台电扣除成本等等项目，最后阁会当分配税后盈余大约有168亿。不过台电是久长时间以来拢是一个了钱，了差不多843亿，所以引起一寡现场较小的股东是真不满，批评台电有15年拢无法鼓励，认为台电的高站的经营问题是有真大爱管理改善。公司的亏损累累没有关系的，对你们名股就是空气一样。股东已有15年未领取股息，而董事领取酬劳，这样公平吗？小股东小连续上台发言，批评台电已经连续15档无法鼓励。台电董事长尤辉虎表达真实力，强调讲过去台电新派政策的任务，债务空棚真大，伫咧亏损还未补上来进程，可能暂时拢未法鼓励。10几年来累积的负债的部分，曾经高达超过1000多亿，但是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变数还在观望当中。还有843亿的累亏，所以没办法，发放股利就好。毋过台电最近这几档已经开始趁钱，去年利润的表现真好。去年营收6382亿，扣掉成本甲支出，上尾会当分配税后利润有168亿，累计亏损拄1009亿，降到843亿。虽讲台电亏损降落1000亿以下，毋过台电今年第一季利润的表现真歹，亏损73亿，今年1月份到4月份累计亏损超100亿，佮加上爱负担纾困，企业节电犹太方面，预计佮爱200亿。若是目前会当动用的电价稳定基金超108亿，根本就无够。外界烦恼讲，未来可能会起电价来应用。初步估计大概要200亿的预算，因为户数大概会有86万户以上。那以现况来讲，大概60亿的部分是由政府的特别预算来支应。那超过的部分呢，台电公司已经报经经济部同意，我们会列入我们的政策性负担的金额。台电表示，目前国际燃料的计价是降真济，真乐观的预计，今年营收的绩效会比去年更较好。若是纾困节电，可能会减少200亿营收。台电强调讲，10月份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会甲实际纾困金额立即去计算，感谢欢迎伫咧电价面顶，到时阵会做伙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疫情影响到观光业甲餐饮业，所有真侪业者也开始拍通路，希望趁机会利用配送的方式，替家己业绩找出新出路。点开网页写基本资料，完成下单民众免出门，就会当有新鲜的青冷栽培到厝，非常的方便。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包括卖场、超市来客数减少，青冷销售量也得咧落坡，业者脑筋动得紧，开发全新的网络销售通路，来满足更较侪长期需求的客户，也甲连锁超商联名推出各种的商品，伫大环境危机时带来转机。业务通路使用的话，其实调的量是比较多的，可能大概是1/5到2成左右。那但是如果是零售端的，就是总量其实没有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只是消费位置的转移。同款是疫情重灾区的，也阁有餐饮业者，有不少业者开始卖便当，也有人积极开发网络通路，不得以改变经营模式来机会。便当做这一些外送做一些整个冷冻食品包，做马上上了电商平台，只能这样做去因应那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还是怎么样再去做，还是没有办法去补足这一块。我们政府的纾困就像在输血，但是在输血的同时，事实上企业还在流血，政府补助4成薪，企业再加4成薪，企业是完全都没有钱，我还要再去负责那4成薪，请问你企业是不是继续在流血当中？
实际上，主计总处顶日上新的调查就指出，这波疫情以大数餐饮、航空运输、旅行服务三个行业上惨重，薪水减重低，风车员工数也大大减少。所以业者也呼吁政府在纾困振兴经济同时，应该为一体适用到看似万事，依照各个产业受影响程度进一步细分，定出无共振兴纾困条件规范，才会当真正协助业者度过经营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大大改变咱人类生活，这寡防疫规定也变作是咱生活的一部分。伫咧未来生活，敢有可能出门拢爱摕出健康证明的证件，才会当自由通行呢？恐怕这个效果甲稳数的问题，未来是一个大大的考验。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爸母带着囡仔排队入去。量体温以外，也爱扫一下手机的健康码，这是中国用来追踪管理疫情的工具。民众摕到青色的健康码，敢像一张用4个通行的护照。英国所谓 ID 认证服务商也想要开展防疫新相机，甲分析证件相片比对真人验明正身的技术，扩张到新冠病毒的免疫认证，让民众甲家己带有抗体测试结果加电子身份证绑到阵。不过，治安违反连锁登记警告，政府也是企业想过掌握民众个人资料，会造成不良效果。世界卫生组织顶个月所发布的说明，也呼吁卖使用免疫护照才证明，以免错误。因为有抗体的人，第2摆感染的风险依然存在。免疫所需要的抗体多少，也个免疫力能维持偌久，拢也无到完全确定。It's certainly going to be the case that you're not immune for life. So an immunity passport today, based on an antibody tes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in 3, 4, 5 years' time you're still immune. 欧洲一寡科技业者伫这个月批林联合打造 Future Perfect 创业加速器，帮助防疫相关科技的新创公司。头一轮得到赞助业者，包含一个介绍药补甲疫苗研究生产者，加志愿参加临床实验者的网络平台，也帮助少年族群排解疫情的苦闷，甚至家暴危机的免费线上开讲的资讯平台。Krisenchat.de ist eine 24/7-Chat, 24/7-Beratungschat für Jugendliche bis ungefähr 21 Jahr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100 Krisenberater, die rund um die Uhr antworten. 法国人防疫嘛优雅，各地餐厅为着重新营业，必须做好安全隔离。有设计师用通透的塑胶料打造圆筒的颠倒型的隔离棒，对天崩掉落来，甲每一个人客食饭的所在扣掉咧。看起来真传了流行的感觉，也免除煤灰做空刀对营业家的伤害。伫德国奥森邦首府威斯巴登的国家剧院进行重新开放，不过间内使有200个观众入场。入场时必须爱挂喙安，亲戚朋友会用坐斗阵，不过爱甲其他观众团体保持安全距离。酒类点心改伫场外卖，剧团甲表演者拢讲真欢喜，在停了2个月了后，会用重新回来舞台演出。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佛教七宝之一的车牛，有人讲这是五了背。经过台东县政府的调查，伫咧东海岸对2015年到2016年之间，有300多粒，削减到160几粒。去年搁再甲平湖水试所少100粒，放伫咧绿岛的海底复育，所以也去用头50粒去。县政府在今年搁少21粒，不过富山河溪区的职工是真用心，有甲这21粒全部顾掉掉。台东县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职工将拿内底适应1个月回车具贝，重新安置伫双湖大区，互因调伫石搭顶成长。车具贝外观真水，成长速真慢，一年成长3至4公分，寿命上长会当活100年，也是罕有中上大的贝类。也毋过，台东县政府2015年调查，东海岸有304粒，到2016年却只存164粒，经费盗采严重。去年这个伫绿岛复育100粒。Q 高比盗采50粒，今年改伫富山河溪区复育，3月份先复育21粒。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把那个富山林业资源保育区的砗磲贝，以往非常多的数量的砗磲贝可以再重新复育起来。富山河溪区是知名的海洋乐园，当地居民会当讲拢是保育职工，随时拢会遵守。职工讲，砗磲贝即马生长的区域，未有人来干扰，因为砗磲贝有海中玫瑰之称，希望未来者会当成为海中回园。我们也慢慢学习如何去做砗磲贝的复育。后来听老师讲，砗磲贝如果集中的话，以后它就会在排卵
排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砗磲贝在我们这一个保育区里面。台东县政府表示，预计今年7月会阁呼吁捕捉量，和东海岸砗磲贝的族群数量慢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信义乡的内面有一大七彩湖，是本轮的圣地。在咧10外冬以前，通过七彩湖的顺海桥去互大水拍断去。信义乡公所正来向中央政府要争取经费，要希望起一座新桥，互大家出入更较方便。车先撩水过溪，刷落去，搁爱行这全是石头仔的山路，弯弯弯弯，而且路况真歹。一个无细力，可能就跋落万丈深坑。不过，这算是南投的布农族人要登去祖基地七彩湖一定爱行的路。921过后，风灾这边的路况就很糟糕，就封闭了20年。10外冬前，因为部落往丹台林区提供出入的顺海桥，互大水抢登去。当地族人若要登去七彩湖，就要冒着风险，趁大水期撩溪过。乡公所考虑到民众的安危，即阵也拍拼争取经费。希望新桥紧做好。未来能够中央更重视我们的一个出入的一个便道，让我们族人能够进出在我们的传统领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安全、更便利的一个桥梁。另外，因为七彩湖经滴水，所以也请侪山友专工去遐爬山。当地居民认为，重建新桥也着顾全周边的环境，也烦恼讲交通若变利便，圣地会被破坏。外面的人到七彩湖。他会真的是，我认为说，好像有点不宜啦。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珍惜这一块圣地啦。七彩湖因为伫深山那内，较少人行脚到，全保留原始高山湖的特殊环境。信义乡公所除了拍拼找重建桥的经费和方案，也呼吁众人同齐守护七彩湖这款难得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三地门乡马儿村当咧规划的乡内，要设一座灵骨墙，拢总会当放560个黄金甕仔，希望讲会当甲公墓变做是公园，互土地变做是多元利用。长官请用解。在咧山的见证之下，屏东三地门乡马儿村公墓的立骨墙正式启用。立骨墙头前唔但有代表族人信仰的十字架，也搁有七彩的泰乳，代表各种的祝福。英国原住民拢以传统土葬的方式处理后事较多。不过，屏东县政府表示，因为山区地势较狭，而且面积有限，这几年是积极推测火葬和环保葬。用土葬的方式来讲，有很多的坟墓都是，一个墓穴有非常多的亲人都重叠放置私人用地滥葬的情形也非常严重。那透过很多的水保的这个处罚也困扰着我们的乡民。为着兼顾环保，也让先人有更加舒适的所在会使住。屏东三地门乡开真济摆的部落会议，族人才达成共识，把资本的墓地变作是即摆的立骨墙。这立面立骨墙计共会使放560个黄金甕仔，族人是真适宜替亲人搬新厝。我相信大家来这里看这个环境大家一定那个感受绝对不一样。你看看那个山，然后后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份一个感受，这个环境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咧屏东县府的辅导之下，这2年屏东已经有15座的公墓正在进行殡葬设施相关的改善作业，希望会使互公墓结合公园的设计，一方面减轻对环境的负担，也互土地有更加多元的使用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仁爱乡清流部落埋源溪的边仔，常常互人乱拼粪扫。为着要防止环境污染，清洁队也设围篱仔封路，也打算讲要装监视器，希望会当早一日找出凶手。南投县仁爱乡清流部落四周围拢是山，这是所籍族人经过雾社事件了后安心的所在。空气品质唔那好，也真清幽。不过所籍族人讲，这冬外的时间，在咧梅关溪边，常常有人去蹲粪扫，而且三不五时阁闻到有人在咧烧粪扫的臭味，互因真无奈。烤肉的食材啦，你看都是一些田螺啦、生科啦，还有蛤蜊啊。它这个焚烧垃圾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礼拜天了。礼拜天啊？对，因为礼拜天
它如果这里傍晚人稀疏的时候吼，大概它5点6点就烧了啦。梅园溪边啊，这条路原底是开放予工人施工所用的便道，想袂到工程结束了后，竟然加做粪扫堆。仁爱乡互助村的村长刘文峰表示，去年就有人踮遮烧粪扫，不过今年情况是搁较严重，向清洁队反映几落摆，毋过一直掠无人。清洁队即马是派骹手，先伫咧路口设围篱，甲路封起来。防止再有这种不孝的那个民众哦，就随便乱丢弃了。那我们先做一个喝止的动作。我们是在怀疑应该会不会是附近的那个业者。仁爱乡公所的清洁队表示，依照即摆法令，一定爱当场掠到乌白烧粪扫的人，才有法度开发。此地的难度真悬，未来会加强宣导，也考虑装监视器，防止这种不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我说颠倒词啊，长久孤灯。是长久孤灯。我说颠倒词啊，我说祖妈，你说妈祖，我讲妈祖，我讲祖妈，你讲祖妈跟妈祖差我这。我说颠倒词啊，你讲过，我就条你就是来我。每礼拜是拜五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会山会水会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大人囡仔大家好，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罗马字写作吃一佚，科而佗，么一米。佚第4条，佗第5条，米第8条，嘛有人讲是佚佗米。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踢弹弓仔、打敲、拍干乐、捡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等等。有的佚佗米敢若看名真正唔知影是啥，像干乐，伊是一种形，像大粒田螺。在耍的时，爱用锁啊绑好严，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后来会愈来愈大声，像弹雷声安尼的佚佗米。捧竹田烟是一种外形像田烟，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佚佗米，是艋舺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阁有抱裤仔，是一种定定伫夜市会看到的佚佗米。只要摕黄裤仔，甲上尾仔的物件套起来，就会使爽爽啊，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
若是要伫室内耍，嘛有线人票、碟珠啊，还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红票会当用线的，嘛会当用伊的。线的就是甲红票贴做一拍，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赢的人会当甲规沓红票赢转去。伊的就是摕红票顶面印的加刀、石头纸，也是滚树、枪机、马炮来比输赢，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票。六、七桃米、拍干乐、抽风雷、芳德参烟、报裤啊、红票。即摆囡仔敢若剩一项七桃米，就是手机啊。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做伙耍七桃米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我袂晓。